赤壁嚟㗎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。前面聖萬金咧就放啦，跟住喺第2位咧仲有呢隻就係精彩復星啦。咁啊中檔位置中環精英片嚟片去啊，進黃金啦，埋邊有會長之寶啦，外欄嗰邊新力好都未有位，應用快車外欄又係冇位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聖萬金佔先，會長之寶入邊追緊佢，後多層外欄上啦，應用快車同埋新力好接近終點第1名埋邊，會長之寶出邊，應用快車一齊到啊！第3名嘅話，新力好；第4名係聖萬金啊！咁啊，會唔會後發先至呢？外欄位置應用快車等咗好耐位㗎啦，紅衫黃帽埋邊，會長之寶佔先，兩匹馬一齊到。第3新力好，第4名係聖萬金。哇！應用快車呢個5檔攝到嚟外欄呢個跑線喎，呢個最佳跑線嚟㗎嘛。應該係佔優啲啦。咁啊睇嚟可以攞到生涯第2 win 㗎啦。咁啊當然同隻4號會長之寶影相。新力好跑過第3，聖萬金又有獎金喎，跑過第4。會長之寶都以為贏得之際，入邊閃咗2隻馬上嚟，超力量嗰啲位。